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约书亚记3章1到7节，以及14到17节。和合本圣经在265页到26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约书亚记3章1到7节，以及14到17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蛇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14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以上，请蔡三雄牧师来讲道。蔡牧师是淡江中学的校牧，讲道的题目是“知道当行的路”。知道当行的路。亲爱的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代表我们的教会学校淡江高中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一位谢美叶老师也跟我一起来。2年前的暑假8月底我也来过，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教会也发动在关心88水灾，我们教会的牧师跟年轻人也到南部去做救灾的工作。我发现我们的教会这2年来真的是一直在成长，在信仰上，在受造就方面，在整个服务。那今天要谢谢刚才为我们献诗，其实是吹笛子的那一位宇慧啊，这首歌我很喜欢啊，这一首歌也是今天我的主题。出日落雨，出日落雨，2项对手吧拢是欠用。当然，我们不喜欢常常阴天下雨天，忧闷欢喜拢有利益，忧伤喜乐都有意义。我要谢谢我们教会的郑牧师，早在半年前就安排这个日子，请我来。怎么刚好这个日子是9月11号？911是什么日子？911是什么日子？911是什么日子？9月有2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是911，一个是921。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明天我们要过中秋节，特别在中秋节的时候，前后有这2个节期，让我们倍加的感受。诗篇131篇说：“我的心啊，我真盼望我能够平稳安静，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面前
是那母亲的怀中是那么的平稳安静。各位，我们的世代是让我们多么不能够平稳，不能够安静。所以我们能够坐在礼拜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的心仰望神，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圣洁的灵让我们当中，让我们更认识神，神也更的能力、爱、智慧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荣耀他。今天我所用的经文跟我们的教会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教会是迦南教会。这一段故事就是耶稣要带领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人为，这个故事不是一群人很厉害，这个故事有神的美意，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带领。这个故事每年以色列百姓都要纪念。为什么我们要进入迦南地？为什么选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要进入迦南地？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礼拜，有人很方便，走了就来了；有人不必想，这是我的习惯，我就来了。有人不是啊，有人身体软弱，有人心里空虚痛苦，有人心中有很多的阻碍，没办法来。不要以为进入迦南地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看民数记第13章，迦勒与约书亚说我们立刻上去，但是其他人说不行不行，他们看我们好像是草莓啊、小虫一样，他们人高马大，我们绝对不能够去。众百姓哀哭，耶稣也跟迦勒撕了衣服说：“耶和华若喜欢我们，必定把我们带领到那迦南地，那是一块极美之地。”各位，我们是迦南教会，我们要进入神所应许21世纪的一个迦南地是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名字。如果你有机会到南屿，一定要去迦南园。那边不是只有好吃的鲑鱼炒饭，还有很多你可以去那边思考体会，是一个牧者所经营的一块营地。迦南很多人喜欢，所以今天我就用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前面的道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但是你知道当什么行。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你很清楚，你用什么身份、什么立场、你用什么态度向前走。所以今天我第一个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耶稣说，当祭司抬起约柜的时候，你看见了约柜，你就要起立。哦，不是3-5个人，不是30-50个人，不是几百个人、几万个人，上百万的人看一件东西，祭司抬着约柜向前走，大家就要一起起立，一起向前走。不是前面的人起立，前面的走，后面再起立，后面再跟，不是。盼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所以耶稣要规定说，百姓要离约柜有2000肘。这个一个空间，就是让所有的百姓远远的看到，可能看不清楚，但是看到，我知道那是约柜，那是祭司，现在已经起立了，我也跟着起立了。这种看见你跟随是什么意思？看见约柜跟着走是什么意思？约柜跟以色列百姓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坐在这边来敬拜？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耶稣要知道，
摩西已经将这个带领百姓向前走、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要紧领导的这个交代在我，靠我的能力，靠我的才华，我怎么能够带这上百万的人进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不是搬家呢，是要在那边定根，不是3-5个人，是一群人。我们来回想看看，我今天早上来接到3通电话，我太太关心时间，车子有没有慢分啊？我说没有，8点到桃园。还有我们的老师还打电话说：“你人在哪里啊？我已经在教会门口，你知道怎么走进来吗？”还有我们的长老还打电话给我：“蔡牧师，你人在哪里？”你看，火车站国家上近的，全台湾要找这这么近的教会，嘛无几间啦，没有几间啦。这么近，还有3个人在告诉我，我们这个谢老师哈，还是你就一直走中正路，然后会看到肯德基有一个统领百货，然后就向左转中华路，你就看到了。结果呢，他二话不说，话讲完了，他就向后走。他人在教会，要走回去，我要来的路，走到肯德基的前面就看到，你人怎么跑到这边来？他怕我还是迷路了，还要来带我走进来。但不是在抓新娘，讲有人来抓几百就对了。我马上问说，刚才哪一位弟兄打电话？你看这么近就要，你看一群人要，何况我2年前我自己都来过了，还要这么人带我来。你看人生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去旅游呢，不是像我们的真牧师穆斯兰去美国几个月，带2-3个行李，不是全家。男女老少所有的家产，连那个他的家畜牛羊都要一起带呢，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耶稣也在讲说，有什么让我的百姓能够同心一起，同样的共识，同样的行动，同样的向前走？他想到一个信仰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是神早已允许的，不然的话，摩西不必带百姓出埃及，摩西也不必带百姓说颁布了10条诫命，借着这个诫命成为约柜。神主动跟百姓立约，其实这个约里面没有写说你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要进入，没有，但是那是很根本的人跟神的关系。所以看见约柜，你想到什么？你今天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姊妹，看到十字架，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什么？重新把它再调整正确的位置。所以我们在向前走的时候，人家第一句话就说：“你人在哪里？”对吧？我们长老有时候我人在哪里，他也说我人在哪里？我们在这个世上。你站的位置，你有没有很清楚知道你站在哪里？你扮演什么角色？出埃及记第20章，上帝在颁布10诫的时候，就讲2句很重要的话：“我是你的上帝，是带领你的祖先出埃及，在埃及为奴隶的那个地，把他带出来。”2件事情，第一个，我跟你的关系，我是你的上帝。今天耶稣也这样讲哦。我们看第3章的第1节，父母百姓说：“你们要看见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说啊，你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约柜？不是，耶和华你们的，跟你有很密切的关系。耶和华，这个就是身份、立场密切的关系。你的，那是你的。第二个，存感恩的心。你的祖先曾经在埃及地当奴隶，我把他带出来，用大能的膀臂把他。如今我仍然用大的能力要把他们带进去迦南地。各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断的在向前走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弄好，然后体会神的恩典丰富满满的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力量的跟
向前走。如果你没有看清楚，你不晓得你现在站在哪里，你不晓得你跟神的关系，你要面对使命，面对挑战，我告诉你，你很快的就退却了。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勉励的，当你看见要跟的时候，有什么力量不断的持续让你有活力，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神是圣洁的神，唯一要圣洁的神。当你是一个圣洁的，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清心的人的时候，你必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所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必看见神的国。”那今天谢谢带领我们唱诗的这位姊妹，你选的圣灵，请你来。圣灵是一个圣洁的灵，请你来，让我更认识你，让我更体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神你与我同在，不是我一个人孤单的走。神，你帮助我，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失败的时候，你扶持我，你赐给我力量，赐给我看见，赐给我勇气，让我体验我真的是你所喜爱的儿女。这个很重要。借了什么？就是祷告，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让我成为神你所喜爱的儿女。你打开我的眼睛，看见许多属灵的奥秘。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这每个礼拜不断的体会神的爱、神的灵、神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去年的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在观看，也在注意那个埋在地底下的那33位矿工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着。8月4号发生灾难，11月13号全部被救起来，33个人没有少一个，在地底下被埋着700公尺的深，700公尺是几百层呢，一层楼差不多3公尺4公尺，700层，69天。这位领班的不是老教，不是很刚刚来带他们3个月，但是他很清楚的，我放在祷告的里面，在上面也有人在祷告，他们把那些家属、那些祷告的人叫做一个希望的营 camp， 一个意思。当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很恐慌，来宾那里砰砰烟公我们在那边那讲啊呢，弥漫，过一阵子神跌下来。对领班的说，我们把所有的剩下的粮食都集中，剩下2天。中午剩下吃的还有一点剩下，好像5饼2一样，赶快把它集中。开始有3样的规定，第一样，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救起来。被脱困，所以从现在起，我们的粮食只有这2天，又剩下中午这一餐，所以我们2天吃1餐，不是1天吃3餐，所以2天吃1餐。吃是很重要，这个leader先掌控这个粮食制。灾难的时候，食物是很重要的。那只有几餐可以吃，2天就是6餐啊。然后加上那个剩下的，把它算作1餐好了，就7餐可以吃。7餐可以吃多久？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救？69天才全部都被救。在那边，那就规定第2个规定，吃的时候大家都要做好。每个人不管你身高、体重、胖瘦，每个人都一样。1口干粮。1汤匙的鲔鱼，还有1口牛奶，可以喝的，大家都一样。拿到的时候，你不能够先吃，后面的你也不必紧张，大家都同样有了，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在危急困难的当中，还那么有秩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别再乱了，别什么。这个没有秩序，
第3个规定，从现在开始，我们照原来一天分3段，8个小时工作。你照原来，你的路线在地底下很多的，好像那个宽空的道路，你能够走的。8个小时我们要睡觉，8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吃饭、唱歌、做体操、运动、祷告，我们要彼此分享的时间。我们都经历过921。陈博士牧师2年前，你带年轻人去88水，在那边有没有带他们做体操啊？有没有？不敢讲，没有就没有。我也没有啊，921也没有啊，没有啊？怎么他们矿工在地底下还可以做体操，还要做体操？规律的生活，面对生命极大的挑战。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上帝啊，你以艰难当饼给他们吃，以困苦当水给他们喝。他前面怎么走的路，必定有老师在后面说你向左向右。哎呀，这样有规律的生活，面对极大的困难的。朱棣从上面一开始不敢挖很大的洞，可能挖了石头又掉在地下，人就被砸死了。所以挖一个8公分的孔，就给它称为鸽子孔，盼望能够知道他们的信息。挖了好几个，结果第几天才挖到呢？第17天呢？那你看他们这第1天到第17天怎样？没有外面的消息，上面的人也不知道底下是什么。第10天挖到了，底下人那边有在动，下来有一个东西下来，赶快他们写一个字，把它送，让他们夹着就送上去了。700多公尺，跟他电线要扭嘛，这样扭的呢。要是33个人都平安在地底下，他们好高兴哦！这个对精神，我们要继续赶快的来救他们。这个鸽子孔就很好用了。第一个通讯，药品也可以下去，吃的东西也可以下去，还有运动器材也下去呢。当然不是像我举重哑铃的，不是下去举重哑铃的得洗个什么阻力带，那个西罗棒弹力带，那球泥的弹力带，当然。我最近在我学校就在教授，有一天呢，我们没办法动的时候，就是要动那个弹力带，可以全身运动。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算，第17天才有粮食下来。第1天发生灾难，第2天当然没有吃了，2天才能够吃啊。第3天才可以吃，对不对？对。好，我们算7餐，7餐是几天呢？14天，对不对？7餐是14天呢，14天。吃到第14天，前面又第1天发生没有吃，第2天没有吃，第3天才吃，然后加起来就16天。吃到第16天，安尼物件无通好吃，好像是最后的晚餐了呢。你想想看，吃到最后一个便当的时候，你那个感觉怎么样？大家讲单死了，对不对？单死，就是在那样一个奇妙的当中，第17天，东西下来了。你有没有说有没有奇妙？各位，其实，在信仰里面，你就是常常去经历，将那个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怎样？你仰望上帝，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今年的5月，天气还是很冷，变化气候不稳定。学校5月13号，全体所有的高2的要到秀姑兰溪花莲，就有3天2夜的探索营。糟糕，温度还是18度、19度，细准连滴滴，而且还有一个艾利台风从台东花莲要上来。那天早上，
我在整个礼拜堂600多位学生，想不想去？当然大家都想去，喜欢玩水、泛舟、溯溪，当然都很喜欢去。那我们祷告，祷告2句话，很简单。我还没有祷告前，我问说，昨天晚上有祷告的请举手。哦，好几十个人举手有祷告，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全体人一起来祷告。牧师当然就是要带全体师生一起来祷告。我说，我们祷告2件事情。第一个，让台风听上帝的话，台风让他能够向右转，不要向左转。那谁会为太平洋那边去？不要向左转，都要为花莲这边向左转。第二个祷告，太阳听上帝的话，太阳你出来做工嘛，出来做工。如果你相信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台风会不会听上帝的话？太阳会不会听上帝的话？讲这囡仔听有啦，听有。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岂不知，台北在5月14号，温度达你升起来到33度，那个台风就驶为太平洋那边去。这是最近的，我去经历。如果你没有仰望神，你不是一个清气人，你自己本身没有仰望，你没有祷告，你怎么体会？今天天气冷，明天天气热。感觉不是神怎么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所以今天耶稣要对百姓说：你们要自洁。耶和华不仅是40年前摩西的耶和华，也是我们今天的耶和华。耶和华要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你要祷告，你要体验。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把很多的事周围所发生，你的生命发生，你当然这个很自然，这个怎么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的人，心脏没有感觉，手脚没有感觉，那是很痛苦啊！那些麻木的人，没有生命。最后，我要勉励神为什么选那个时间地点，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要说，当祭司下水，所以当一个领导人物，他第一个就是要下水。单位讲叫运到水啊，这边运就是咱咧运道为运啊，运条意思不？不是都用卡的，不是它开起来是运的，运这边稍微一沾到水就断了。从最远的地方就是底下这边一到最远的那个加利利那边的，好像就变成一道墙起来。水也会起立呢，水不是往底下，水会站起来起立，然后河流变成干的，祭司就走下去了。而且走下去还规定，不是说整条河都干的，所以我们好像逃难一样，好几百个人、几千万个，一起就赶快逃过去不是，叫排队，每个人都要走过祭司台约柜的前面，亲眼看到，这个很重要呢。每个人有共同的看见，共同的感觉，有共同的记忆跟共同的体会。台湾人是不是一个喜欢排队、很有秩序的民族？不一定。营没代志的时排队没问题，那你赶紧的时插队了很多。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神为什么选那个时间？好来。我读圣经很喜欢读那个挂弧就是有时候是一些的背景的说明。来，我们来看那一段经文，有一个挂弧是什么？挂弧是什么？原来怎样？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这个挂弧这一句话有跟没有没关系，反正的百姓都就过去了。这个挂讲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代表时间点，做代志做事情那个时间很重要。为什么选收割，而且是河流河水？
也不是要渡船，说渡大的船，所以河水要多一点，是要走过去呢。那个台湾讲撩过去，国语怎么讲啊？撩过怎么水？神就是把那个水最多的时候叫我们撩过去啊。我们不是，时间不对，神叫我们做那个时间怎么是那个时间？那个时间点不对。第二个地点也不对。来，我们再看走过去的是要去哪一个点呢？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走过去。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圣地耶利哥？耶利哥是全世界怎样最低的一个城市？怎么找一个走过去是一个最低的地方？而且过去是早排队，每一个人都要看到祭祀的时候抬着约柜。所以我们要想说，上帝啊，时间也不对，地点也不对，做法什么是这个做法？就是这样子。我年纪这么大了，我又没有钱，我身体又软弱，神啊，你为什么还要这个时候拣选我要去做这个工作呢？太多的为什么，就是在为什么的背后，你乐意的下水去体验神与你同在，神奇妙的作为。如果没有这些的为什么，那都很自然的，你就这样再走过去了。因着这些人，这一群以色列百姓走过干地，整个迦南地的人听到这件事情，当然我给他破大了，给他破大。各位，我真盼望今天是911，很多人心没有平安。我真盼望神怎么带领整个人类走前面的道路。人越聪明越厉害，毁坏这个世界更大。所以我们要常常回来，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要扮演什么角色？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神奇妙的作为？每天经历神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让我们每一个脚步走得很安稳自在。接着我想请我们学校的老师来报告，为什么人口台湾的出生率全世界最少，新北市一年减少100班，人愈少，所以减700班。但是淡江去创办小学，2班，明年要变成3班。在这样当中，去年就盖了一个纯德堡大楼，接着这栋大楼在6月落成。我们北大呼吁众教会关心台湾唯一的长老教会唯一的小学所盖的这栋纯德堡大楼。接着我把底下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谢美叶老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边，代表学校来向各位来报告学校现在的近况。那首先我们有带了一个幻灯片过来，那请各位来参考一下。马偕博士，对不起，淡江高中在淡水这个地方，是马偕博士来到我们这边所建立的。在1872年的时候，他来到这边开始宣教工作，所以学校的历史已经有140几年。而在1882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牛津学堂，也培育了很多的传道人才。从那时候开始，设立了台湾神学院、台湾女子神学院及副学堂等所有的一切台湾宣教历史上重要的地方。那很可惜的，在日本时代，因为战争的因素，
淡江也被日本政府所收购去，因此在历史上我们有了日本校长。但是感谢神的保守，这位日本校长对淡江建设很照顾，一路的帮助扶持，使淡江没有因为这样而跌倒。而淡江高中真正的创始人是马偕博士的儿子偕瑞廉博士，他在1914年设立了淡水中学，那时候只有纯男子部，而在1916年设立了女子中学淡水女学校。另外1948年我们改名为淡江高中，男子部改名为淡江高中，女子部改名为纯德女中。在1956年的时候，我们合并成为现在的淡江高中。而现在淡江高中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很开心成为第一所完全的中学。我们从幼稚园、国中、国小、高中，所有的不管是学龄前的教育，一直到未来的12年教育，淡江高中里面都包含了。然后从国中部、高中部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逐渐的增长，逐渐的成立，也设立，因为的时代不同，设立了不同的学习的科目。例如1994年我们成立了音乐班跟美术班，然后1996年我们设立了综合高中。现在综合高中里面课程我们包含了资讯、幼保、美工、商经、美语、日语等，以及一般的社会组、自然组，这些都成为学生学习的地方的东西。后来也因为综合大楼设立，然后我们也成立了原住民一人班。淡江高中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原住民培育人才的摇篮，我们每年有近20位的原住民同学来自不同地方，也因为他们的到来，我们设立原住民专班，为了帮助原住民的同学在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民族信仰上都能够有帮助。2002年我们落成了监狱联公联，这是纪念我们第一任校长。然后设立了国中一人班，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纯德小学我们建立了，那时候成为台湾历史上教会学校历史上第一所的国小。然后这是我们艺人大楼落成的感恩礼拜，里面也有游泳池，特别是右下角那幅图，那是一幅祷告的手托住艺人大楼的模型。近看，对不起，远看是好像一幅图案。如果我们到过那地方，我们可以走近仔细去看，那是一个一个的小木头砖所拼贴出来的，而那个木头砖上面所刻的都是当时候各个教会帮助学校捐献的名字或者是机构。这些因为各位的祷告，因为各位的奉献，使这所大楼能够成立，所以我们在这边设立了这个也算是纪念碑，也算是纪念图画，让所有人都知道淡江高中是用祷告所托住的。当我们从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一直到现在上来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虽然人口少，但是我们努力让学校能够朝着一流名校来迈进。我们类似有不同的活动，像我们上面有在国家音乐厅音乐班的表演，然后有运动会，有1年级有2天1夜的生活营，2年级有3天2夜探索营。就有这些不同的方式，让学生在除了课业上的压力以外，他能够探索他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然后也
最后，我们回到我们最重要的，刚刚牧师又讲，在生育率下降的时候，为什么淡江坚持要办纯的小学？淡江高中一直是一所以宗教教育注重的学校，特别我们是长老教会所设立的系统。那我们每年在学校里面所办的关于宗教教育部分的活动，最主要在于每个礼拜我们一定有晨间礼拜，每个年级、每个班级都有伦理课，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们一定要参加。那可能有些同学觉得他强迫，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但是他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们能够去接触到、去了解到这个信仰。或许他们现在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浪费时间，或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要强迫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他们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信仰，可以帮助他们，不管是3年、6年，甚至未来的20年。所以这是一个扎根的动作。所以我们希望除了国中、高中以外，我们能够向下发展。从国小开始，他们从小一就有伦理课，就有宗教信仰的部分。然后我们每个学期也会定期举行师生大礼拜，邀请不同的团体来到学校，针对学生来布道。另外还有诗班，有野生诗班，原住民的同学组成的男生4重唱及圣歌队，这些部分，另外还有团契的部分，这都是针对同学的需要来设立。那特别我们今天的主题在小学部，小学部在这过程中，我们也曾经遇到困难，但是感谢主的保守，我们在第1届招满，第2届可能遇到一些挫折，人数不足，一度快要瓦解，但是经由各方面的努力，我们现在越来越好。本来2班，明年要变3班。那我们到各个教会去，就是要让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让各位知道，说在神的保守下，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走在上帝要我们走的当行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会指引我们的方向。那我们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之前我们所带导的大楼，我们去年已经落成。欢迎各位，如果有机会来到淡水，一定要来到淡江高中的校园里面，来看看这所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各个教会，我们用祷告、我们用奉献所托住的这个地方，让他们这地方真正成为信仰的实践，让这个地方真正成为上帝爱的祝福的管道，使所有学生从这边离开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与他们同在。当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管他们未来在哪里，他们遇到困难，都知道有这位神与他们同在。谢谢各位的聆听。那我们也期盼有机会，各位能够来到学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大家。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911的这个主日，带领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来到这边敬拜。我们相信你是平安的主，赐给人类平安。你也是生命的主，赐给我们有生命。你也是差遣的主，差遣我们在这个世上与你同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群迦南的弟兄姊妹乐意的将自己摆上，求你差遣我们跟你同行，也常常体会你的恩典、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